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姑娘，你等来，蔡文呢？蔡文在倒？蔡文这无去，你敢袂烦恼？会啦，我哪有迄种袂烦恼的？我烦恼到要死。烦恼甲困去哦。母娘啊，你点解安尼啦？蔡文一定受到啥物刺激啦？万尾伊有啥物三长两短看咪看来看要安怎？你是跟我耍袂啊？谢谢，我来看你啊！谢谢，你敢跟我在家？谢谢。经过遐尔一个风波，咱真无简单就会当斗阵。你甲我放来你做你去，你叫我一人是要哪活落去？你叫我一人是要哪活落去？谢谢。你感觉得出？你等我马上就来给你说破。囡仔，你都爱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来出世，来做阿母的心肝囝，吼。建昌，我今日足欢喜的呢。咱足久吼，拢无参像今日共款，遐尔快快乐乐，无烦无恼。我嘛真久无听到你的笑声。你会听我的笑声哦？咱若是吼，大家拢参像今日安尼，遐尔快乐哦，我大家拢笑互你听。我真希望我的目睭会当赶紧好起来，会当看到。看到我啊？唔敢若看到你呢，还阁有我迄两个囡仔。啊对啦，志忠甲志仁有较大汉无？有啊。啊志仁生做啥物款？志玲哦，伊的目睭甲鼻仔，甲你生做一模一样啊。啊喙？你的喙较细，伊就甲你较无像啊。对啦，啊志忠有像我无？建昌，经过遐尼久啊，敢讲你还是袂当甲周文英放袂记？我知影，周文英已经死啊。遐毋过伊的囡仔志忠，还搁伫咱等家。假使讲你的目睭真正好起来，你看到志忠，你敢会搁想起周文英？我搁想伊，又搁会当安怎？对，你搁安那想伊，嘛无路用啊！你家己放袂记来啊！建昌，你还搁有我，还搁有志玲，
咱赶快会当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，敢毋是咧？建昌，我想要来头前遐行行的，你陪我去好无？来嘛，来，这里啊。头家娘，我已经照医生个交代，甲头家药仔摕转来啊。啊，医生有交代讲，这药仔早唔爱抹。好，来，好啊，你先落去。文玲啊，米粉咱无米粉通食呢，还佫一包米粉放伫倒哈？敢若放伫倒柜头迄款，我来摕。蔡文姐啊，你千万莫出代志。天公伯啊，请你多保庇。文玲，蔡文姐，你是走去倒啦？你知影无？我有偌烦恼呢。我等你蛋糕。你等去等下。蔡文啊，你转来哦！哇，谢天谢地，蔡文啊，你规工会走去倒啦？害阮咱烦恼个。歹势，害你两个替我咧烦恼。蔡文姐，你来房间讲。来。文玲啊，文玲，文玲，文。蔡文姐啊，你是安怎要等去等下？文玲，你嘛看过这个物件？怪恁的，这是最先送的啊！最先死啊，对无？你是为着保护美国，才牺牲你家己。我过去见你讲，你突然间发烧，我叫他搭车，才最先到美国。我结果一半，我突然间有听到人讲，囡仔冤枉我，囡仔冤枉我。我头一个讲，竟然是阿母。头家妈，我头一个，我计划讲抱咧溪甲袂卡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阿母到即马阁唔肯放我煞，伊阁唔肯原谅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？蔡文姐，最先已经过世啦，你就莫阁想艰苦啊！我可怜你囝，我可怜你囝。
你咱坚强活下阮一直想要摕。是咱强，看见咱容易。好用怪难呀！你这是啥钱我啦？哎呀，你拢招拢捌用的啦。马仔我就好你啊嘛。别来讲啦。等下你知啦吼，等下迄头家娘吼是我的亲情啦，我真正讨是嘛讨有啊，对不对？先借我啦，来，搁包嘞，来。头家娘，老早。你搁来创啥？我不知道要创啥，你也唔知。你做人吼，唔通小超过哈。你讲你一个月爱500块，我嘛予你啊。你搁来这啥物意思啊？哎呦，头家娘啊，咱算起来吼嘛是亲情呢。我这亲情有困难，你甲我斗相共是应该嘛。谁甲你是亲情？唔通伤过分哦。也若无吼，我也著无安怎？哎，头家娘啊，这是啥？你无袂记啦吼？我若甲这吼交予恁翁婿，唔知安怎啦吼？这届你搁要偌济啊？1000块就好啊。明仔载才来摕啦。头家娘啊，我就知吼你人好心啦，会斗相共吼，我这亲情啦，我马上就过来吼，多谢吼。小金。进来。建昌啊，你精神啊？我早顿吼，连面都穿好啊啦。我来泡面汤出来，甲你洗面吼。头家娘，这我来用就好啊啦。袂要紧啦，无吼，你甲早顿穿的，较。头家娘，敢摆我是煞替头家换药啊？
建昌，我来替你换药啊。头家娘，你阁足贤惠，阁要甲恁翁配药啊！阮一直想要摕。咱即马采用较定着啊，即马说哦，运用咧袂拄啊好，规工安油头甲面，毋甲我讲半句话，当要安怎？好啊！你看，我什么来？你啥？先生，哇，安尼才肯行，你啥？我请教你哦，你讲我走了后，阮头家娘，先生就去看阮头家无啊？有啦，安怎？若是恁头家啊，无问题啦，我一定会医到伊目睭会搁再方便。安尼哦，哇，安尼真好，先生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其实吼，你也毋免甲阮先生说多谢啦。阮先生啊，是看迄天你来阮门口足跪一工啊，先生互你感动着啦，毋但会破例落来甲恁遮往诊。无影啦，上主要的吼，就是先生心肝好，医术阁高明，阮头家目睭毋才会好开。嘿嘿，等我请，你要来叫我请，看要食什么？免啦，我即摆要带先生来迄边行行咧。若要请吼，中昼才转来互恁请。中昼哦，嘿，一定哦，好，一定哦，我传猪骹抬头家请你。啊，若无阮即马来啊四界行行咧。好，中昼一定爱来哦，一定爱来哦，好。无阮来去。好，一定哦，我等你咯诶，豆行诶。真好，头家目睭看有啊，安尼代志拢解决啦，嘿嘿，赞啊！阿婆兄，文玲啊，你今晚要甲我讲话啊？阿婆兄，你为着建昌的目睭，有满代志的真相，摕咱赚的钱去救医生，你为着建昌的目睭，去甲医生开一工，救医生后钱。阿婆兄。因为我这么认真，你为什么不会较早讲的？搁害我误会你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咧？实际上我嘛毋是挑故我要骗你的，我是烦恼讲哦，医生医术毋知安怎，毋知医的好坏，嘛不用来医袂好哦，你毋加失望的。我是想讲哦，以后才甲你讲伊的。阿婆兄，你为着我忍受较侪委屈。这份恩情，我是要安怎报答？